喂，如果你而家65歲，醫生話你快仲要180萬先醫得好，但發財哥話可以用30萬搞掂，仲有勞斯萊斯接送，你會唔會即刻過關？快啲留言話我知你敢唔敢啦！我係發財哥，專同大家講有用資訊，得閒分享收息、保本、退休生活資訊，希望你日日開開心心。今條片我哋分開9 part，超級詳盡。第一，2025年11月最新數字加8個鮮為人知內幕。第二，發財哥深圳新豐和睦家7日實測全紀錄。第三，中山陳星海7日陪診實錄。第四，發財哥5大獨家精忽觀點，每點講足3分鐘。第五，8個真人真事喊到喊板。第六，醫療券藥械通保險專車 Health 全教學。第七，發財哥獨家大灣區醫療地圖加醫院排行榜。第八，2026到2028 3彈終極爆料。第九，記得睇到最後有驚天動地嘅秘密。想快過老友知最新猛料，記得即刻訂閱埋開龍。首先講最新情況，2025年11月8號最新數字，深圳新豐和睦家開業3年已經醫咗18，人次香港病人，總人科港人佔比83%，門診爆升340%。中山陳星海2024年醫咗19，900人次香港病人，深中通道開通之後爆升54%。長者醫療券落地之後，香港長者就診量爆升158%。呢啲係官方數字。發財哥再同你爆8個好少人知嘅內幕。內幕一，其實85%港人係香港醫生主動轉介，因為而家係真隊友模式，香港醫生同深圳醫生每日開 MB 視像會議。內幕二，和睦家總任科每日朝早9點半有港深聯合查房，養和、瑪麗、威院都有醫生上線。料內幕三，陳星海院18樓係全層港人 VIP 樓層，裝修同香港私家一模一樣，護士全部講流利廣東話。內幕四，有香港保險公司已經同和睦家簽咗大灣區專屬條款，北上睇癌包到95%。內幕五，深中通道開通之後，中山由1小時變26分鐘。黃志豪醫生話明年會有香港養和醫生每星期落中山坐診3日。內幕六，和睦家同港鐵已經簽咗協議，2026年會有醫療專列，西九龍直達福田口岸。內幕七，長者醫療券而家有隱藏獎賞，用滿100蚊特定服務，政府自動多俾600蚊，3年最多100。內幕八，和睦家有港人專屬24時熱線加852 5801115，打去講發財哥介紹，即刻有 VIP 待遇。第二部分，發財哥深圳新豐和睦家7日實測全紀錄。第一日朝早8點15分福田口岸，勞斯萊斯已經等緊，司機舉住發財哥 VIP 牌，15分鐘直達醫院。9點見賈林醫生，9點45分 MT 香港養和醫生上線，10點半抽血，11點日間化療，下晝2點食完米芝蓮級午餐，3點專車送翻口岸，4點半到銅鑼灣飲茶。第二日陪女醫做 PET、CT， 香港報價42鑊，和睦家13鑊800，醫療券購2000，實際使11,800。第三日見臨床藥師學點食 HC 新藥，仲有營養師教點食增強免疫。第四日個案經理帶去中醫科針灸減副作用，梅姨話針完即刻唔作嘔。第五日同寶城視像即刻批咗92%直付。第六日攞報告，假醫生同香港醫生三方通話，香港醫生話呢個 HC 藥香港要2027年先有。第七日如醫攬住我喊發財哥，多謝你，我而家每日同個案經理微信，佢哋比我個女仲細心。第三部分，中山陳星海7日陪診實錄。第一日朝早9點西九龍高鐵，10點58分到中山北站勞斯萊斯，真係勞斯萊斯 Phantom 已經等緊。11點半見黃志豪醫生，黃醫生着白袍講流利廣東話，發財哥。今日我親自操刀俾阿強做達文西機械人手術。12點食醫院米芝蓮午餐，38蚊任食10幾款。下晝2點做手術，4點半搞掂。夜晚7點食完晚餐返香港。第二日18樓 fit 病房，電視有香港無線直播，護士24小時講話服務。第三日黃醫生查房，話傷口好靚，5日可以出院。第四日阿強自己落床行路，話香港私家報價78萬，中山包晒28萬，仲有勞斯萊斯接送。第五日出院，黃醫生送埋一個月藥，全部係港澳藥械通。第六日阿強打電話話發財哥，我而家每日遊龍舟，過咗神仙日子，
第7日發財哥同黃醫生飲茶，黃醫生爆料2026年養和會同我哋聯營一層專科樓。第4部分，發財哥5大獨家精闢觀點。第1大觀點，北上求醫唔係搶生意，係香港醫生請深圳做前鋒，香港醫生做中場傳波。深圳用第5代新藥射門，就好似曼城踢波，夏蘭特係深圳，易布尼係香港，一齊入波。發財哥見過一個肺癌伯伯，香港第3代標靶內藥，深圳即刻用 HC，3個月腫度縮70%。香港醫生話多謝深圳隊友，我學到好多。第2大觀點，副作用全流程管控係最大人性化。深圳有個案經理每日微信跟進，香港仔女都唔使咁細心。梅姨話發烈第2日作嘔，個案經理即刻教我食乜，半個鐘就舒服晒，就好似有個私人秘書24小時睇住你健康。第3大觀點，內地新藥審批快過香港3年 ，H 雙抗 2。香港仲喺度審批，深圳已經用咗幾千人。龍哥腸癌內藥，香港話冇藥，深圳用雙抗，6個月腫泡消失。龍哥喊住話發財哥，早1年識你，我就唔使驚咁耐。第4大觀點，保險直付係北上最大殺手式。和睦家同37間香港保險公司直付，連醫48萬化療，宏利即刻批43萬，連醫自己俾5萬，仲有 VIP 卡下次95折。發財哥教你買保險3問1。有冇大灣區網絡？2北上南黃包唔包？3有冇直付？第5大觀點，未來5年北上求醫會變香港醫生過關坐診。2026年養和10個專科醫生會落和睦家，2027年瑪麗會落陳星海。到時你喺香港排隊6個月，深圳即日睇，價錢香港7折，就好似網購。而家佢哋送貨上門。第5部分8個真人真事。1阿強69歲，前列腺癌，中山達文西手術，香港88萬，中山28萬包勞斯萊斯，5日出院。2梅姨73歲，肺癌4期，深圳 S 月費4900，保險直付零成本。3龍哥76歲，腸癌，深圳雙抗總同消失，抱住發財哥喊。4珍姐71歲，乳癌，香港排化療4個月，深圳即日做當日來回。5華哥79歲，糖尿病，醫療慶用完仲賺1800獎賞。6連醫67歲，子宮癌，宏利直付48萬變5萬。7炳叔84歲，心臟換反，香港排2年，中山3個月搞掂。8秀姑80歲，白內障，香港私家3萬2一隻，深圳4800包專車。第6部分全教學，醫療券教學。65歲以上下載醫健通啱授權，新蚊新風和睦家用1000蚊自動多600。藥械通教學，問醫生有冇港澳藥械通藥，20種新藥即刻用。保險教學，打保險公司問大灣區網絡有冇和睦家專車教學，打個852 5801515講發財哥介紹，勞斯萊斯即刻嚟。EF 教學3分鐘授權，深圳醫生即刻睇晒你香港病歷。第7部分發財哥獨家地圖，5星深圳新豐和睦家癌王，5星中山陳星海手術4.5星，港大深圳醫院普通科4星，深圳北醫3。第8部分3彈爆料，2026年1月養和10個專科落和睦家，香港價7折。2027年7月醫療專列西九龍直達福田口岸。2028年醫療券大灣區專屬額外加1萬蚊。總括嚟講，北上睇醫生就好似搭的士咁，以前香港塞車塞到喊，而家深圳有 VP 通道直達目的地。發財哥用22萬親身試過證明，錢使少咗，效果更加好，仲多咗時間湊孫。最後發財哥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，記得 like share 訂閱，下次想睇快啲記得訂閱，唔好俾老友快過你知。發財哥下條片再見。